買樓唔查違例建築，小心變業權陷阱。你諗住買間夢想家，靚景靚裝修，但係你有冇諗過閣樓、露台、平台加建，可能唔係送俾你，係送你一份法律煩惱。喺香港買樓唔查違例建築，等於買地雷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有違例建築，極可能代表個物業冇好業權 （good title），業主權益冇保障，隨時俾政府封樓。查違例建築，點樣查違例建築？去建築署翻查批示圖則 （approved plan），因為所有合法建築都一定會喺圖則上出現，冇記錄，咁好大機會係違例建築。第一手樓契冇違例建築物記載，但你見到有樓上加建露台，嗱，問題嚟啦，公契仲可能寫明唔准違例建築，你嘅物業有違例建築，業主立案法團都有權告你。買樓之前要做幾樣嘢：一、揾律師幫你查清楚樓契；二、去建築署核對圖則；三、必要時揾專業人士實地檢查。唔想俾幾百萬買個法律陷阱，唔想裝修完先發現要拆，即刻揾業借凳，超過30位律師，100幾位法律人員，查詢 WhatsApp 62149999。聰明買樓第一步，從查違例建築開始。業借凳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